假如成日去深水埗醫菊街髮廊，到底會發生咩事？冇錯，深水埗真係一個多姿多彩嘅區域。醫菊街呢度有好多好友善嘅街坊會同你揮手，問你洗唔洗頭、吹唔吹。如果你覺得合適，可以入去小休一下，用非常優惠嘅價錢洗下個頭，輕輕放鬆一下，甚至乎仲可以得到釋放。不過一時貪平，經常沉迷流連深水埗美食陷阱，將會令你跌入深淵。因為呢度環境比較殘舊，洗頭用嘅毛巾亦都係充滿歲月嘅痕跡。為咗令到個頭舒服啲，唔單止要準備驅風油、經風散，仲要將自己身體同埋皮膚暴露喺病毒之中。淨係洗頭都仲好，但係假設一時受唔住誘惑，做咗啲衝動嘅事，翻到嚟可能你感覺到痕癢、下面生紅粒，擔心起上嚟，仲要去做檢測或者去診所做化驗，中間等候結果嘅過程非常之煎熬，點樣同另一半交代呢？冇事都還好，只係虛驚一場，萬一有事嘅話，仲要接受治療同埋要忍受無限嘅痛楚。大數據唔會呃人，有緣睇到呢段影片嘅你，記得將呢個資訊轉發俾你經常去深水埗嘅好兄弟。你可以唔去，但係一定要提佢，等佢唔好貪一時之快，令到身體有危險。大家有需要嘅話，可以嚟到我哋嘅網站，我哋有唔同種類嘅性病檢測同男士保健，幫助大家自信滿滿，長玩長有。